来自帛琉、图瓦卢等海洋国家的学生自信表演当地的舞蹈，为现场带来一阵阵热情的海洋气氛。这是行政院海洋委员会与台南市政府共同举办台湾海洋国际论坛，开幕仪式在8日正式展开。这次呢是我们第一次从高雄移师到台南来举办。那特别的是，因应今年是台南400年的一个活动庆典。那我们这次主题其实聚焦在近零排放跟蓝碳。那我们也知道台南有很丰富的红树林生态系，是我们重要的蓝碳生态系。那因为现在很多人类开发造成的气候变迁、海平面上升、海水酸化，那我们邀请了10国超过20几位的专家，希望可以一起来告诉大家，怎么样可以从蓝碳捕捉，还有各式各样的海岸变迁调节方式，来因应气候变迁，减少对于人类、对于海岸环境的影响。今年会选在台南举办这次的论坛，主要是因为台南作为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也是保护蓝碳生态系统的重要据点，期望透过分享跟世界的专家学者互相交流学习。200多年来，整个海岸的一个变迁，原本是一望无际的台江内海、岛风内海，现在都已经是陆浮，也因为这样子造就了台南现在是台湾面积最大的一个湿地的一个城市，2个国际级的一个湿地，包括市草的湿地，包括曾文溪河口的湿地，都在台南，还有6个国家级的一个湿地。所以黄伟哲市长对于整个海洋生态的一个保育工作、海岸线的一个保护，包括最近议题很丰盛的所谓的海洋的碳费等等，其实都变为是台南市在施政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这次论坛邀请到来自亚洲跟美国等10个国家20多位学者，从学术面跟实际面探讨每一个在政策上、科技上的各项行动。海委会也呼吁社会继续关心海洋议题，透过实际行动为海洋创造永续新机会。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